以前阿媽教落，有錢就要儲入銀行，買層樓就最穩陣。但喺今時今日物價高漲嘅紐約，如果你仲係抱住呢種積谷防饑嘅舊思維，你知唔知你嘅錢其實每日都喺度縮緊水？世代轉變 ，the generational shift， 喺財富上最大嘅分水嶺，就係由儲蓄思維轉去投資思維。新一代明白，現金係會貶值嘅。真正嘅安全感唔係嚟自銀行戶口個數字，而係嚟自資產多樣化 （asset diversity）。無論係股票、ETF， 定係你副業帶嚟嘅被動收入。所以今日嘅見解係，唔好再單靠出賣勞力去換取工資。真正的財富自由係建立一個就算你瞓緊覺都會幫你賺錢嘅系統。學識點樣令錢為你工作，而唔係你做到隻積咁為錢工作。想改變你嘅財富命運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紐約與你，每日1分鐘，打破舊思維，同你一齊進步。聽日見。